我在高头准备走，我头怎么多啊？你知道？两边到多高，我们车子么多我是的。那现在不是说我说呢，都是要被部落牵着些三八的一路叫吹流的对。原来一辈都到这里能带来真的。结婚他还没是这个数。哎。啊，那二头老的在我那是谁头了我？我丢了，一直危险了。去33320号。错成啥人？看到了，很强烈的。强吗？这猴子这么甜的，没得排的是吗？啊，或者没了排。咱这真快真能啊！这咋嘛？坐，你要老子坐给坐人二兄了，你要老子有这子样车子都错的，被什么？这等你错嘛，我好多个人，这是我排的，等你错。怎么一拨出去，怎么一头错到中了？那是这人家不车子咋过来？啊，路地大的那些车。真的叫北上车嘛，200车车是现在。啊，都是。啊，想不起来的。看你吗？啊，强烈的红光早的这真的。这臭么嘛一样。你切好呢你。这臭嘛？啊，老多错这菜嘛啊？咋了？重新多留菜哎呀。老金，这车可以给你怎么？只让你保了你这你这种这都感到冷啥的。啥干么？其他这个对面的人他妈在这修呢？你还感到冷啥？啊？没我说呢，兄弟，他说这。那个馍子做的话是油。这吃油的。你这口是中国人民么在上面看比赛。啊，你拿这钱啊，我上面看比赛，你这我得锻炼么锻炼，领头的么在，经常有这个错。对呀。这个我已经比赛都打动了。那我他们这是要多平常比平时要多，平常要了炒的，不只是炒菜啊。我其实要有几个我也不干的吧。他这到家里来，到家做了被不打，有文明的人。还刚这光着呢。
爬的嘛。我住在我们海边路边多还有一个老很多海边，我到老家我可以到了。哇，你陪你了。能陪农的吗？高。这是嘛？陪子农啊？咱们怎么打个子农上去？大样的是。别不光不，就是这个没这个的。下次呢，只要有这种咱们你还你来个你把还不够吗？到那个。别管都这路了。你要杀鸡的都被木头的杀鸡也还有个多弄多一样的。看你这头，还有错的吗？我这是打紧接打掉，还看着错到了，完了大姐，所以你知道吗？那是真的什么？这是这树木里的。